Hello， 大家好，中原地產如心分享嘅 Stephen 張，今日咧同大家由荃威花園啦 M 座中層07室嘅兩房單位。呢個單位咧雖然話佢係細兩房啊，但係其實佢都有477尺，啲房都好大好實用嘅。大家一齊參觀一下。下飯廳位置咧，佢就係一個長條形嘅位置嚟嘅。咁見到業主都有啲家私喺度啦，飯廳4人飯台啊，梳化擺3人梳化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前面都仲有位可以擺啲櫃啊、電視啊之類。廚房就喺大門隔離，一個長條形嘅設計嚟嘅。咁儲物空間啊都夠嘅，成條片都冇開燈，光線好充足嘅。客廳有一個窗啫，咁但係景觀啊都夠嘅。咁開咗窗之後咧都有通風嘅，因為前面就望住翻大帽山嗰邊啦，啲風都夠涼爽嘅。浴室啦，咁呢個浴室咧有幾大個嘅，咁所以咧個洗衣機通常咧都係擺喺浴室嘅位置嗰度。有窗啦，睡房咁2間睡房，首先望咗大嗰間先啦。呢一間係大嘅，擺張6尺床咧，啲位置都綽綽有餘，仲有個入牆衣櫃添，咁所以基本上咧成間房好誇張嘅大得。景觀就望山景為主啦，私隱度啊、寧靜啊都幾清幽嘅，幾舒服。呢一間就細少少嘅房，所以就細少少，但係望下業主佢個擺法，2張單人床，中間都仲有位可以擺個床頭櫃仔。咁我身後頭先呢個位置咧就可以擺個高身到頂衣櫃啦，2門或者3門都得嘅。兩邊窗咁啊採光啊通風都會好啲，都係望山啊少少樓景為主。